这是你的，抽到好东西的道友，请至后方兑换。恭喜王道友抽得终极福禄寒冰符一张。3块零食就能买这玩意儿，你花100抽，你说你亏不亏啊？恭喜吴道友抽得神秘大奖。请跟随飞天侍女到多宝阁领取。哇，你这运气真不错啊！侥幸侥幸。公子请随我来。这就是寸金阁的常态，竟然如此堂而皇之，令人不齿，还真是无法适应啊！走吧。啊，公孙道友，想问这寸金阁可有卖上古的丹药和灵方？啊，自是有的。这楼上有一家寻古会，可以去那儿看看。感谢公孙道友指点，在下还有其他事，就不与各位同行了。好，保重。